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丽菲。然后在明天一起去乐园呢，我是演徐婉婷，然后她有一个英文名字叫维尼，然后在里面呢，她是演一个30几岁的公关公司的副总，然后是一个在事业上非常强势，然后也有交出非常漂亮成绩单的一个职业妇女。觉得很荒谬，因为他害到维尼几乎失去了很多东西，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假绑架害到他的工作，他最 care 的就是他的工作、他的事业。可是因为这件事情，他搞得很大，所以导致工作没了。喂。这黑马嘎啊，疏松的嘿。黑巧克力啊！其实老总已经将现场的控制权移交给别人。我们的小孩被绑架了。你唔驚睇行老媒體亂爆料？我用愛方法叫 Oscar 上啦。然后接二连三的，就是牵扯到很多可能已经有的问题，可是还没有浮出台面。可是因为这件事情，就是导致他跟 Matt 之前其实已经很紧绷的关系，可是他们却就是你知道不想要去碰，搁在那里。可是因为这件事情全部都跑出来，就必须要去触碰到很多一些跟 Matt 的一些情感上的一些问题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观看的一部好剧。不管你现在是学生也好，还是爸妈也好，当你看到我们这部戏，你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共鸣。但是我相信它是有个很好的一个提醒，就告诉你，真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个乐园，可是怎么去那个乐园呢？拜托，睁开眼睛，打开心，跟旁边的人好好的沟通。